莫哭气声，莫哭气声，你会讲有啥？test test， 123，123，哦，听起来真正常哦。唉，是讲吼，咱已经1个月无录音嘛，毋知影听众朋友敢有想我。哎哟，莫咧随便啦，咱听众朋友一定是较想我。好哦，啊无咱先甲听众朋友讲啊，咱10月份的时阵到底是咧无用啥啦？哦，有够无用诶，咱台语台的好戏一出一出小煞来。唉，对啊，像讲全家有智慧的第4季啊，还有咱上重要的名播客栈等等，还有真侪好戏，拢是全新的内容。是啦，咱的节目甲戏出拢真好看哦。啊，讲到这，今仔日的出名人有影是介出名，真的。啊，你敢有要唱歌？无爱，为虾米？我袂当下日皮。啊，嘛是啦，人是歌王，搁要搬戏，咱也是乖乖啊，甲访问好啊。就是咩，安尼咱赶紧开始哦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台语台开的 Podcast 节目，来听黑白边，黑白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，也佮有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。哇哇哇！咱今仔日要邀请的出名人就是柯富凯。大家好，我来啊。对，嘿，我是柯富凯。相信啊，咱的听众朋友拢比咱两位主持人对阿凯是搁较了解啦。对啊，但是阿凯啊嘛是来介绍家己一下啦，无的靠有一寡听众朋友啊，想要加听一寡你的声。安尼好，安尼大家好，我是柯富凯。伫面部客栈演的呢，角色叫做小主角，对。大家知影我嘛是一个歌手，拢唱台语歌的，对。大家介绍了啊。赞！想讲要问阿凯啊，讲其实我有发现讲最近你的歌，我看到你的字啊，歌词的字拢是用教育部的台文字来创作。但是我会记你一寸真心的时阵，佫有一寡字毋是迄种台文字。你当时开始用的？应该是讲我差不多，因为一寸真心应该是第4张啊，是第5张的唱片的时阵，第4张。尾后我转去家己经纪公司发唱片了后，就开始用台文字，用教育部的。对。你学习的过程敢有拄着啥物困难？学习的过程，你是讲歌词内底迄种台文字的用法吗？对啊。基本上拢是由咱的工作人员去找。所以就是变做讲你词先写好，咱才会找看这个字，安怎用字安尼。咱想讲学这字，甲你平常时甲人讲话啊，你是拢讲台语还是华语较济？基本上我若转去南部，拢是讲台语较济，若伫北部讲台语的人较少。对啊，而且我要甲观众朋友讲一个，就是阿凯的经纪人，经纪人，甲我伫讲话的时阵讲台语呢，我第一个拄着，厉害。无人甲因经纪人无咧讲台语。台北的普通时啊，拢是讲华语。伊嘛是会因为伊互你训练呢。互阮迄个进前比赛遐个歌手训练的，要不然伊原底是嘛，阮无法度讲台语的。厉害哦！听众朋友恁听无啦？其实经纪人坐伫边仔啦。嘿啦，两蕊目睭咧看啦吼。对，所以你讲若讲台语的话，转去南部会较济啦，讲较济。因为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嬷、厝边隔壁姐姐因拢是拢讲台语较济。嘿啦，应该是迄个环境的关系啦。对啦，环境造成的。嘿啦，环境造成。环境养成的，爱讲养成的。造成敢有当悲伤啊？袂啦袂。对啊。好，过来想要问讲啊，你是做一名歌手，那呢当初是有啥物款的机缘，互你开始接触着搬戏咧？搬戏对我来讲，完全是无伫我计划内演艺计划内底会发生的代志。对。迄时阵我会记我的第一出戏是去客串电影，叫做台语我嘛毋知影怎念，大三元。拍麻将迄个大三元，安尼念是对吗？大三元。大三元嘛吼。对。我迄时是客串一个无台词的角色，叫做夜白仔的工人。我知。对，所以完全无台词，然后迄时阵欢喜找我去演一出叫做《斗阵来闹热》，即马阮即马有伫播，即马咧播嘛。我按到对迄个楼骹行起来，电视遐有看到我看到够歹势啦。因为迄是我第一出真正
有台词，然后家己嘛算主要的角色演员。我拄则有甲迄楼骹的管理员讲，等下即个啊电视机要来啦，你爱甲伊放入来。伊讲好，无问题。按个我保安呢，保安啊，因讲。我毋知拄则你保安怎。对，迄是我第一出真正实际去演戏的迄个一出戏安尼。然后就是开始面部客栈。所以迄当阵面部的选角是安怎通知的？这足趣味哦，因为迄时阵我伫华视有主持一个节目叫做金年代，对，王彩华女士甲沈文婷先生，阮三个做伙主持的。主持嘿。有一集拄好邀请到谭美云老师，甲陈竹生大哥，拢是即马大咖的咱即马的面部的演员其中的演员对。那迄时阵，我毋知影面部客栈即出戏要演啊，我嘛因为无消息嘛。然后迄时阵，彩华姐伫节目顶悬，伊就一直做推荐我，讲推荐我互美云老师讲，因为斗阵来落咧。彩华姐是演阮妈妈，所以我平常时啊，私底下拢会叫伊妈妈，对，已经习惯啦。然后也讲阮囝嘛做演戏的，佫会唱啊。因为迄阵彩华姐可能已经知影有面部客栈，伊是炎王夫人啦，对。所以迄阵甲美云姐讲阮囝足够唱，嘛要演。你要看用看麦仔啦，用看麦仔，试看麦仔安尼啊。推销员就对，推销员就对。我就伫迄落节目当中，我唱一段七字啊，新骑白马。然后过无偌久，美云姐的迄个就甲伊通知我讲，你真正是会当来演歌戏嘛？我讲会啊，会使啊。因为我毋知影到底因的状况是，系我毋知影。听讲我即个小主角角色是全部的演员确定了后，我是最后一个。你是最后一个。因为迄阵伊咧找小主角，即个角色要找上来演，毋过一直找无，对，找足侪人来试，然后我就叫我去录音室，去录一首，伊马上摕一张纸互我，顶悬是一张谱，然后伊讲你敢会当伫几分钟以内，敢会当甲即条歌录起来？我想讲嘛伤紧啊吧。然后安尼听，等我甲迄条歌录了后，我去楼骹的时阵，伊叫两个导演，少年导演，吴定谦导演甲李忠导演，来甲我讲，我即个角色发展状况是安怎，然后讲我听。阮遮状况，这个字是状况。状况。况这是正确的音。因为况是因为受到华语况影响，这定定用老师会调。对开始。我紧。第两个导演来甲我讲，小主角即个角色需要准备啥？特色啊，嘿。先拄仔来讲，我想讲，所以是确定啊吗？然后伊就叫因的工作人员摕5本的卡本互我。即个5本搬来啊！摕5本。我想讲，我迄时当作我是客串的，你知无？我想讲，我应该是一个单元内底一个。结果毋知影是主要的角色。嘿，我就开始选对第一本开始选，想讲，小主角，第一集就出来啦，出来啊。然后选到第5本，想讲奇怪，因那我想讲这只是安怎遐尼长啦？嘿，这只爱用到5本啊，长安尼。然后因则甲我讲，是5个单元，是六个单元，六个单元，所以你是对头到尾拢有的角色，对，所以主要角色。所以你迄当阵就是看现讲，哇，这5本代表我入选啊！迄个心情是惊着，还是欢喜，还是讲？因为伊嘛无甲我讲是毋是，到底是毋是我来演，伊就直接摕互我。然后我心内想讲，所以这是我当作你等伊看了，过无偌久，你搁来试看卖啊。然后就无就讲去订衫做衫。我就直接入去啊。你什么时阵来排录音？我说安尼应该确定就是真正有确定要我演啊。对，国语讲吼误打误撞啦。嘿啦。真正我是嘛真正误打误撞入即个面部客栈内底，对，所以
应该上欢喜的是阮妈妈啦。哦，因为大家拢是美云老师的迷将。迷将对，然后因为迄时阵我甲课本摕转的时阵，我放伊桌仔顶嘛，然后我妈讲伊讲你很多去倒，我讲我很多讲甲谭美云老师有讲要演戏的代志伊就看到啊，看到迄课本顶我有写，然后伊会足欢喜的。所以我连迄时阵我连小主角安怎念我嘛无法度念会出来呢。我讲小猪哥、小猪哥、这是嘛是真侪观众。真正无法度，因为我足少会讲到即个词对主角。歌戏也是讲布袋戏较会讲。嘿，是阮妈妈甲我讲的。哦。对。但是你迄个角、迄个歌画了真好。小猪角。对，有真侪人拢讲小猪角。迄个角。对，迄个角。对。讲到角来，拄好甲咱后一条问题有关系。嘿，即条问题就是讲啊，伫咧演名博客栈的时阵，较顶辈的演员老师，比如讲有王金英，也是小咪，也是美云老师、南哥，就是你敢有感觉着伫咧戏出内底啊，因就是较重视即个台语的发音甲家己咧。全部的资深的遮演员拢足重视的。比如讲，谭美云老师免讲的，因为本身就是歌戏底的演员嘛，所以伊咧讲家己即个物件是伊上重视的。然后是两位国宝，就是王金明老师甲小咪老师。猫咪老师。嘿，迄时我甲因咧有我会记我拍的第一届的戏，就是甲因两个，甲因两位。然后迄时阵伊甲我讲。因为我南部人，有时候迄腔口吼，北部腔甲南部腔有淡薄仔差别。然后小咪老师讲，毋是安尼念啦，你看你南部腔够重的呢。我讲，嘿啊，我著对南部起来，我嘛毋知影安怎念。因会讲教，嘿，因其实足热情的。那因嘛是感觉讲加讲台语，鼓励一寡少年辈讲吼确定较正确安尼。对，就是因拢足重视的。了解。那呢，你敢有印象？就是你播的过程内底有啥物发音是你一直试足侪届？我想要问即个。比如讲，比眼花。比眼花。比眼歌，又搁是迄个歌。比眼花。对。搁有一个讲法是，比眼花，比眼花。花，毋是，因搁有另外一个讲法。我永远袂记住啊！毋过我迄时阵为着即个比眼花，伫遐比眼有够久。比眼花。比眼花。我头一摆看着嘛，袂使会晓念呢。袂晓念对毋对？你毋知要我念啊？比如讲啥物因为眼有时阵会变花对无？对。比眼花，也是讲比眼花，你要怎怎用嘛？对，而且有网友听无，伊佫会伫下骹留话问阮讲，恁是念啥？所以阮着爱去查，阮着爱点看。比眼花，毋是你，毋若你甲恁考试嘛，是你甲阮小编考试。真诶吼，真诶，够辛苦诶啦。袂啦，这阮应该做诶。例如讲，因为我伫内底角色演一个文书诶，所以我金技术诶拢会晓，所以内底有大量诶迄种故事怎讲文言文哦。对。嘿，毋是较白话。比如讲，我要主持迄个梁山伯祝英台因的婚礼，头前爱讲一句乐乐长的，一大乐乐长，什物问世间情是何物事，伫私人生死相许。什物独曲巫山，吟诗啊，嘿，毋是魂。我袂记住了。我永早我哪背，我迄时阵我摕着课本的时阵，为着即段，我逐工身躯，我就是面对阮兜的迄个下镜仔，就是咧看壁，然后开始安尼念，你压力足大诶，真正诶。够顶真诶。安尼，所以你伫即出戏学着上济，应该是吟诗咯。吟诗。吟诗作对。吟诗作对，搁有一寡歌戏诶一寡身段。嘿，一寡身段，足济啦，其实足济诶，说话怎讲？学着足济物件。简单讲就会使，免紧张，阮这是口语化的节目啦，口语化的节目，无遐个文件啦，真难的呢。对。好，安尼你搬了，你敢有感觉倒一个方面是需要加强的？倒一个方面需要加强哦。就是未来，譬如讲有名博客栈第2部安尼。应该是讲
其实介习惯啦。你讲要加强，可能就是一寡身段、嘛毋是身段细骨嘞、细节吧，细节安怎讲？细节，细节，咁难，真正哦，台文无较好念哦。真诶，细节爱加强。对啦。安尼，是怎问一个网友讲啊，伊捌看过一个影片，是迄立功剧团的罗伯安导演，伊咧指导舞蹈剧的新进演员的时阵啊，演出的时阵，甲因教讲个歌词是要怎表现，互听众会当听清楚。啊，感觉伊是一个真专业的老师，但是看起来有淡薄仔严肃。啊，请问讲你伫拍戏的之间啊，你敢有甲伊互动？感觉啥款？伊其实无严肃啊，无严肃。伊其实足趣味的一位前辈。我捌有一摆去餐厅食饭的时阵，看到因伫隔壁，啊因阮去迄金色山脉，因伫边仔咧啉酒，啊看起来足趣味的啦。足趣味啊，伊是足趣味，伊都会，就是迄个烟蒙的笑声。啊，毋过大家知影，伊其实拢袂晓讲台语，完全袂晓讲台语。有，迄个学台语的过程，阮甲加入去。伊实在是太厉害啊！伊摕着脚本了吼，伊阮有甲伊的脚本翕起来，伊面顶啊英语。注音，拢甲写落去，拼音。啥物拢有，然后伊咧念台词的时阵，我拢伫边仔嘛。啊，毕竟阮较知影讲台语的迄个后文安怎念较对。啊，有时阮拢甲伊讲啊，这个要往上，这个要往下。可能变调变调问题。嘿，啊伊就用像咧唱歌呢，用旋律安尼开始记。哦，厉害。比如讲啥物问世间情是好物，伊就哒。哦，安尼嘛是伊的音感足好诶呢，无法度安尼学呢。啊，音乐剧的人，啊，袂晓唱歌诶人，舞台剧嘿啊，舞台剧的。你袂晓唱歌。卖差。等下哦，即集的时间若像差不多啊，咱嘛互阿凯小可休困啊，啉一喙茶。后面的题目后礼拜再搁问啦。好啦，安尼咱赶紧来收尾。那呢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出名人，请上问，来请问，多谢大家努力。好啊，我也无交卡本来哦。无问题，我会教，我会教我不死安尼。没啦。好啊，你要开始啊。好，来，1、2、3。对，口误开，这招我开始自我介绍。哦，袂开始。你看啦，足紧张的啦。莫紧张。嘿啦，要讲台语我足紧张。你著讲大家好，迄段伊就开始接。哦，大家。后一句则是你的自我介绍。这嘛甲加落哦。好，无问题。这上好笑的。无问题。大家好。我会看你 NG， 阮后壁有迄花絮。嘿，我是口误开。你想我是苦你问我你是创哪？停来了。等下哦，这集的时间敢若这集的是停来。等下，这集时间差不多啊哦。紧的。等下哦，创啥？歹势伊拢会安尼。没啦。我卡掉啊。